新闻一开始，咱紧来关心地动。真侪乡亲伫早暗应该困袂落眠，因为一直在摇，一直在地动。今仔日半暝2点26分，花莲市发生规模6个地动。过6分钟了后，伫2点32分，花莲阁发生规模6.3个地动，而且拢是真惨惨的地动。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感觉。气象署的地动中心伫拄则8点半有针对地动做详细的说明。咱来听地动中心是安怎讲的。 在4月22号5点8分，在花莲寿丰这边发生规模5.5的一个地震之后，密集的在10几个小时发生了很多密集的一个地震，包含凌晨的2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现在为各位说明相关的一个状况。凌晨2点26分，在花莲县政府南方约30公里的位置。 发生了一个规模6.0，它的深度10公里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造成了在花莲的花莲市，还有花莲的基期这边有5弱的一个震度。那其他区域大概都是大概4级，像比较南投这边山区有到4级，然后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像新北大概有3级，台北、桃园这边是2级。接下来在2点32分。 也在花莲县政府南西方大概17公里的位置，接续发生了一个规模6.3的地震。这个地震的深度相当浅，只有5.5公里。那造成的盐寮、花莲的盐寮还有花莲市的震度有达到5弱。那大概也是靠山区的梨山、澳万大、澳花这边都有到4级的一个震度。那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像台中、嘉义。 新竹、台北、桃园、新北这边都有到3级的一个震度，这2个余震，我们现在是把它归属于是0403规模7.2的一个余震，因为我们从它的一个位置还有发生的时间来看，在0403规模7.2发生以后，在8点11分接续发生一个规模6.5的余震。 那在10点14分有个规模6.0的余震，接下来这个余震就在从4月3号至到4月22号到昨天5点8分以前，大概都主要是集中在比较北边的一个区域在做一个释放，大概19天20天，大概都是以北部的区域来做释放。那到昨天5点8分，就在寿丰这边集中在寿丰凤林这个位置。 那数量相当的一个多所以民众的感受上是相当的一个强烈那因为我们从它的位置还有它的一个时间点来看，从昨天5点8分下午5点8分到今天所发生的这些，我们都是判断初步从资料来判断，它是0403的规模7.2的一个余震。 那一个大地震的一个余震序列，它当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一个缩小或是减少但是它中间还是会有因为应力转移，因为调整的部分，然后就数量就多起来。 像昨天5点8分这个地震，我们就判断这是一个起始点，就是南边这一边，它其实是位在主震的一个西边的一个位置，已经到陆地上来了，而且它的震源深度都相当浅，所以民众的感受是相当的一个强烈，所以因为近期就今天开始有锋面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那从4月3号的主震到现在，已经超过1100多个余震了，那山区的土石相当的一个松软，那加上如果余震的还有雨的一个效果，可能会造成一些落石坍方，所以民众在用路上面要注意相关的安全。那地震的一个发展，一个规模7.2的地震。 它不会就短期间就会透过一些余震就做释放。我们根据921的经验，大概有半年到1年的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在发生。当然，越后面它的余震的一个规模大小就会慢慢的缩小，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事件来发生。所以提醒民众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个防震的一个措施。